大師傅，椒鹽竹蟲，靚嘢，飲。椒鹽竹蟲酥脆焦香，原溜爽滑，腹部的內臟口感粉渣渣的，透着些許竹子的清香。師傅，我整咗煲砂鍋竹蟲。好，飲。砂鍋竹蟲保留了更多竹蟲的原味，鮮嫩多汁。江水隨竹子的清香和竹蟲體內殘存的尿騷味流滿整個口腔，讓我們不禁憶起了它的巔峰豪宅。尿騷味啊比較鮮味，新鮮可口，好新鮮，好新鮮啊！好好嗰啲竹蟲嗰啲尿味啊！個砂鍋味道更香、更爽口、更濃，嗰啲豉油真係入細味，正。食咗嗰啲竹蟲味係強身健體，特別打功夫啊、練武啊，真係唔腰都唔痛啊，更加有力啲練武。嚟，好。